我最近过了是有好无好，无好无要紧，有好啊长度是上好的。来，了事如行，天告一段。有啥物代志问我阿庞师就对啊。来到这先来找我阿庞师。啊，我刚食，你看，就是因为阮这100%天然种中药材加迄个，安尼食，我食迄种。好甘好甘的。甘。咱囡仔食汤圆，真正是有像迄咯，人去食迄胃散迄款的。这是 boss 请恁食的鸡卵糕。拢互你受就好啊。你爱倒收啊！拜六暗时8点，公司第一台广告 start。